各位同事，我想問大家啦，如果而家見一個保安主管咁12個鐘頭，咁你覺得咩價錢你先會做呢？2萬蚊、2萬5，定話2萬8、3萬蚊一個月？大家可以分享下意見。咁最近呢，我又見到一份工，佢就請個保安主管，咁就一個住宅大廈，咁啊單棟式嘅，咁啊有2個伙計，咁咧人工咧就出到大概2萬3啲啦，就12萬。咁大家覺得呢個價錢合唔合理咧？你哋會唔會去做呢份工咧？除咗價錢之外，你會考慮下咩因素啊？例如地點啦、返工時間啦，同埋嗰個伙計人數，你覺得邊樣嘢先係最緊要咧？我相信大部分伙計打工都係希望我份人工高啲嘅，做嘢咧就冇咁多濕滯嘢。相信呢樣嘢就每一個打工仔嘅心態。咁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俾啲老細聽，究竟12個鐘頭嘅主管大概咩價錢？